大家好，我哋係正音大使，我係梁可玲，我係麥彩詩。彩詩啊，你知唔知喺跟住落嚟呢幾個禮拜裏面，我哋正音大使會教大家啲咩資訊呢？我梗係知啦，我哋會教一啲關於正音嘅資訊啊嘛。咁彩詩又知唔知喺今集嘅正音廣播劇裏面會教啲咩資訊呢？咁我又唔知噃，不如即刻去睇下啦。好啊。Hello， 馮欣睿。Hello， 伍曼玉。係啦，伍曼玉啊，你放假有啲咩節目啊？我放假嗰陣時睇咗一套關於吸血僵屍嘅戲。吓？吸血僵屍？咩僵屍唔係吸血嘅咩？咪就係吸血咯。你搞錯啦，吸字同個咳字係唔同㗎，一個係呼吸個吸，而另一個係雙風咳個咳。咁呢兩個字嘅發音方法又有乜嘢唔同啊？呼吸個吸字字尾要合唇嘅，而雙風咳個咳就唔使㗎。哦，我明白啦，就好似講10蚊嘅10，飯盒嘅盒，碗碟嘅碟，潮濕嘅濕，同埋出入嘅入字，全部都要字尾合唇嘅。除此之外，仲有閃電個閃、3蚊個3、音樂嘅音、簽名個簽，同埋森林呢兩個字都要字尾合唇㗎。見你咁醒，俾條 IQ 題俾你猜下啦。點解琴日去迪士尼樂園唔使俾錢？點解今日去又要俾錢嘅？呢個問題我要諗下，下一集話你知啊。各位同學，你哋都諗下，記住最緊要正音 ，yes 正音。以上嘅資訊係由正音大使話你知嘅。睇完第一集嘅正音大使廣播之後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今日教大家嘅合口音呢？不如我哋一齊嚟重溫一次。首先有吸血個吸，吸，然後係10蚊個10，十，跟住係盒子個盒，盒，然後係碗碟個碟，碟，然後係潮濕嘅濕，濕，仲有出入個入，入。除此之外，仲有閃電嘅閃，閃，同埋3蚊嘅3，衫。當然我着緊呢件都係一樣係衫。仲有音樂個音，音，同埋簽名嘅簽，簽。最後就係森林兩個字啦。森林，有冇留意到隔離嘅同學有冇合埋口呢？記住要學好中文，發好靚音，都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喎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嘅正音大使廣播就去到呢一度啦，再見。